这件是发生伫个嘉南港的死亡车祸，一个货车的司机代志办好势，要行去家己的货车，结果伊头咧咧，三惊四惊煞行去伫车道，一台连接车的司机嘛无注意到车道有人，怎直接甲交过，甲人交死咯。查某人行路无看路，无注意到家己已经行伫车道顶，直接互一台连接车撞到。连接车司机当时无发现是继续塞车。 一直等到有人甲通知，伊才知影代志大条啊！都没有看到下来或怎么样，都没有看到。可是他的人是在，应该是在板架后面。我是这样开出去，但是都没看到人。对对。然后你开过去之后，有人就叫你回来。要骑机车去追啊！你也没看到人，感觉也没有压过东西。他就走了。这件意外发生伫今日早起8点外左右，嘉南港49号甲20号码头间。 一个货车司机行落顺意外轰动，事发了后，港消警员喊将人送到卫福部嘉南病院，验过落尾，要晚伫9点07分宣告救无活。现场由防锁线，警消甲港务警员嘛伫第一时间到现场了解。死者人姓名你敢知影？因为今日是拜五，码头一般货柜量较济，死者是一个货车司机。当时敢若是摕到提柜单了后翻头，要行对家己的货车顶，是讲伊无注意家己行到车道，加上驾驶时衰时间也无注意，才会发生悲剧。目前死者遗体伫嘉南病院，警方也伫现场继续调查意外发生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